来哦，这个中秋节要到咯，真侪民众会买饼送礼。中华鹿港100年的糕饼店玉珍斋，最近互诈骗集团逮甜着。这个诈骗集团伫网络顶铺一列式的广告，过来推出着中秋早鸟的优待价，利用玉珍斋的名声吸引着民众来购买。头家是真生气，出面提醒着民众，唔通互骗去。点网站顶面写玉珍斋的大字，佮放圆的大饼，金酥酥的饼皮印有芦苇花草，切开内鸭蘸醋粉明，佮写中秋早买介绍，一颗上俗347，互人看甲心的关键注文。也毋过，这是诈骗集团设的直销小广告。网站做甲真诚，为玉珍斋的清楚小解，到大饼制作的过程，有人推荐拍分数，甚至有食品档案含食品检验标签。不过，这拢是诈骗集团设的网站。该网站佮饼的图嘛含玉珍斋的官方网站无共款。玉珍斋是开伫中华鹿港的100年糕饼店，最近中秋节送礼的人多。诈骗集团真巧，就来制作直销式卖贵饼的网站。他很厉害，他甚至连我本人的照片都拿过去了啊，然后那些照片都是截取我们网站啊、过去报章媒体的报道。除了该网站，互业者生气的是，诈骗集团用玉珍斋拍广告，相片选用中国俗记的汉饼图啊。它的照片是很大颗，但是寄来的时候是好像拇指般的小颗，通通都是中国大陆做的东西啊，就是以这个来鱼目混珠。而且网站倒边架构招买中显示人客买卖记录，要互大家知影讲，因的生意何甲变贵。夜市广告现在诈骗很多，也比较不可靠。每晚中秋节，真侪人拢会买饼送礼，看到网络广告有影无影，家己去网店买，才袂互骗甲戆西，买甲贵8多花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